大鸟型的消息，台北市市立动物园大鸟型团进前被检查出脑部有病变，而且病情恶化。台北市立动物园表示讲，拢甲中国专家咧保持联络，有讨论团的治疗方式。中国方面嘛讲几啊摆，讲希望来台湾看即只团。这个刘国辉表示讲，伊有收到这个台北市政府的公文，动物园嘛继续对团做生活评估，会有团继续困。早日康复，要健健康康的。就加油！写侪美满的祝福，希望这一次会当甲鸟型团加油。今年18岁团伫咧8月检查出脑部病变，本体有好真济，不过台北市动物园伫咧昨日公布团第二摆 MRI 检查结果。病得真快，得到恶性肿瘤的几率也真悬。不过考虑到团的身体状况，决定袂佮伊注射射或者是侵入性检查，会使用素食照护的方式来甲照顾。同时，嘛向北市和农业会申请，和中国专家来台湾看团。大家在这个我们的线上讨论的过程，其实一直有提出希望可以来关心团，所以这次的活动的主轴其实是来关心团的一个整体的状况。专案许可申请的确在所谓的防疫计划书里面有写2位7天这样的一个行程初步的安排。不是我们需要再来看那只猫熊了，我觉得医疗上面没有问题了，但是送出单位会觉得说，哦，它好像嫁出去的媳妇啊，大家要去看一看。台北市政府是同意的。来，小朋友，我们往前。2008年，团轰动来台湾，规鸟行馆拢是伊的马将。18年过去啊，陪伴真侪大人囡仔大汉。团这摆身体还去，北市动物园超逐工和中国专家伫咧讨论伊病情，希望当可以上好的治疗。体重其实是都差不多在121左右。吃东西来讲的话，他会躺着吃比较多，是因为。可能因为这样比较舒服，所以他都躺着吃。那平常他其实如果想要活动的时候，他其实可以起来走路，可以行走。即摆暂时没有团去和人客见面，若今日会甲开换转去，动物园讲会阁继续看伊的身体状况，暂时是无这个考虑。去评估他到底现在的生活的状态，应该讲说没有痛苦的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